萧世子当年曾在魔教中潜伏数载，我想他应该是在那个时候被鬼王设计下了毒。这10年当中，萧师兄必定苦苦抑制体内魔气，以免丧失神智。静宇，他现在人在哪里？怕是已被兽神控制，进入10万大山了。田师叔，鬼王已经抓到了神兽饕餮，集齐了4灵，占据了明灵峰顶。我们需要调集人手前往阻止。浩钢又用在刀刃上，现在萧逸才下落不明，我们又要加固结界，又要粉碎鬼王复活兽神之计，实在是分身乏术啊！师叔，不如让我带一队人前往明灵峰，设法去破坏复活兽神的计划。金羽，我也去。世子啊，不妥，此法不妥呀！现在我和云谷主，我们是法力难继，修为耗尽，功法好的就剩下你们几个人了。若你们3个再到明灵峰上去，这加固10万大山结界的力量就会有所欠缺。到那个时候，一旦兽灵涌入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师父，大人，师父，天师兄，云谷主，久违了。普空大师，你们总算是来了。姐姐，我也来了。小环呢？怎么没跟你一起？别提了，来了更担心。临出来前还跟我大吵了一架，说是一定要来。还好我让周爷爷拖着他，要不然的话，普红师兄命我率天音阁弟子前来支援你们，2位有什么需要我的，尽管吩咐。云某感激不尽。我也有一支援军，正在赶来的路上。田师叔，现在人手已经凑齐，不如我们现在就行动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兵分2路。3位师侄，你们率领弟子进入10万大山，阻挡4灵血阵。普空大师，云谷主，我们尽快在此加固结界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我们会掩护你们进入结界。切记，进入10万大山之后，你们不可御剑改为步行，以免惊动了兽神，产生没必要的争斗。2位，助我施法。趁现在，走！是。师弟，别来无恙。是萧逸才。是萧逸才，我听到他声音了，是他在操纵黑气。我想他就在不远的地方，我们得赶紧前进。宋师兄，要不然你先回焚香谷疗伤吧。没事，走，咱们得赶紧往前。鬼力，鬼力，鬼力！
你刚一走，碧瑶就传梦给我，让我一定要跟着你。不信，你回古洞去问。有意做了再说。这。神尊，只要接下来的12个时辰不再出大的差错，您就可以完完全全的复活。到时，这整个天下，俱是你囊中之物。复活后第一件事，就是杀光曾经阻挠此事的人。我似乎想起了一件事，那个曾经一而再、再而三干扰我复活大计的小子，如今何在？回禀神尊，鬼力之前乃是青云弟子，他之前所行之事乃是奉师命而为。如今他已叛出青云，是我们鬼王宗的副宗主，为我派效力。还望神尊看在下兢兢业业的份上，给这小子留一条活路。留一条活路？他不是已经背叛你们鬼王宗了吗？你居然还为他求情？哎，也罢，既然你舍不得下手，我就替你把那小子抓来，好好会一会他。神尊，除了祭品之外，鬼力也十分重要，因为在他身上有驱使灵气所用的天书。不如由我将他抓来，免得他伤了祭品，怕是会节外生枝。哎，无妨啊，在我的力量之下，祭品之力已经达到最强了。绝不会输给那个小子的。我的伤不碍事，不用担心啊。宋师兄，你可一定不能有事啊！你要是有事的话，回了青云门，我们怎么跟文敏师姐交代啊？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？等等，这里有种特别的利器，十分诡异，不如我们换个地方吧。不会吧？这儿的人都死了几千年了，还有什么诡异啊？又是他们，又是鱼怪，小心！蜜炼草都用光了。
鬼力！我已经帮你稀释掉你体内残余的邪力，你再行调息，就可以没事了。小凡，我是鬼力。不管你是鬼力还是小凡，你还是你啊！我要快点赶往明灵峰祭坛，否则只怕四灵血阵一成，就来不及了。可是你一个人，怎么对付整个鬼王宗？萧逸才身上有复活兽神的力量，复活兽神就差他这一副身躯了。你是说鬼王给萧师兄下了兽神之血，除了要控制他，更要他的身躯？若能拦下萧逸才，兽神无有身躯，就有可能去阻止兽神的复活。我希望你们能帮我。你们考虑一下。现在，明灵峰一定是守卫森严，难以突破。光靠咱们很难上去，就算鬼王肯放你上去，也会先耗尽你的力量，好方便取得你体内的天书。他们一定会助我一臂之力的。你是魔，他们是正，能帮你吗？我相信他们。你们该不会真的相信他吧？除了跟他一起行动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我们要尽快上峰顶，去救上官前辈与艳红。鬼力熟悉鬼王宗的布置，他说的对。都这个时候了，我们应该放下前嫌，同仇敌忾。他是鬼王宗副宗主，他会与鬼王为敌，万一到时候他跟秦无言一样，他不会的。我相信他，我也相信他。李勋师弟，如果他心存恶意的话，刚才鱼怪出现的时候就可以偷袭我们，但他没有。再说了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？我看咱们还是走吧，他们肯定不会来了。我先去前面看看，顺便找小辉吧。哎，等等我，姨婆！别再叫我姨婆。在干什么？天地灵气还没有到最强盛的时候，
也许是明天正午时分，鬼王才可以复活兽神。明日之事，明日再说。先过来休息一会儿，吃点东西吧。走吧。来，尝尝看。山海院的点心。对。是啊，小环说啊，以前你和碧瑶最喜欢吃山海院的点心，特意让我带过来。小环怎么样？好着呢，好的不行了，就等着你啊，救活了碧瑶以后，一起回于都呢。前些日子，丁玲还跟我说，等着大家都回去呢。你们成亲了？哎，别提了，现在丁玲的生意做得特别大，别说成亲了，想见她一面都难。好久没有看到你笑了，你笑起来更像以前的小帆。哦，对对对，血公子，鬼力。说实话，其实你这个名字啊，挺好听的。是吗？那是自然了，兄弟，终归是兄弟，叫什么名字，有那么重要吗？是啊，兄弟永远都是兄弟。你的法宝怎么了？之前交手之时，似乎无法发挥。那且与我试上一试。萧师兄，你怎么能背叛？你们解决鱼怪，我来对付他。
没想到你竟有如此强大的信念，我当真是小看你了。鬼王，现在还不是决战的时候，想要阻止我，就到明灵峰祭坛来找我吧。15年里血液的培养，已令这祭品近乎完美了，一定能容纳我的灵魂。只是鬼力居然打伤了我的祭品。那鬼力一定会到明灵峰上来，等他到了山脚之下，便会遇见我重重布置，消耗实力。等来到您面前时，将无力量再抵抗，您大可随时取走他的天书。神尊、宗主、鬼先生，鬼力和他青云的人正朝这里赶来。按照原定计划，布设防线阻止他们。是。神尊，我这处还有一位年轻人，他为了您的复活大计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不知您是否分他一些力量？帮助他恢复修为。我是在山脚下碰到他的。山上都是鬼王宗的人，四周邪灵太多，会对小辉有影响。小辉，去焚香谷找我师父。听话。快去吧。明莲峰的情况如何？
兽神的神力已经覆盖了整个山峰，无法御剑飞行。要是步行上去，要走36000级天阶，沿途还有鬼王宗的人把守。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无论如何都要闯过去。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受伤了？嗜血珠修复了，你打败了兽神。趁兽神残灵之力还未达到最强，侥幸获胜。前面就是天梯，只要我们人都在，一定能够突围，到达顶峰。兽神的灵力对我无用，我先设法上去，伺机行事。不必说了，刀山火海，跟着你闯。上吧，大伙儿都相信你。无论你是小凡还是鬼力，我们永远都是兄弟。要是有机会的话，我希望你以后还能回大主峰，一起吃个团圆饭。事不宜迟，出发吧。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还是听你的吧。宗主有令，拦住他们！人太多了，脱不了身。大家快上峰顶，我和阿夏顶着他们。我也留下帮忙，你快上去吧，一定要复活碧瑶啊！我等你们很久了，大家小心！你们先走，我拖住他。
走吧，替我救艳红。时间不多了。 鬼力，不要逞强，碧瑶还在等你。我们一定可以打败鬼王，回到鱼都去的。此事结束后，如果我们还没有死，就去阿强家的山海园喝酒，小心些。 诸位，恭候多时了。你也被兽神控制了。控制？兽神恢复了我的修为，赐予了我无上的力量。这就是你想要的。我这一生啊，俱为人所控。 毒神死后换成鬼王，现在又是兽神，来来去去几次三番，于我而言，又有什么区别？来吧！你们先走，我来对付他。 鬼力，有一件事情在我心中梗了10年，如今终于能向你开口了。很抱歉，你何国之友？10年前在小池镇，你跟碧瑶救过我一命，而青云大战时，我眼睁睁地看着诛仙剑朝你们落下，却未能阻拦。 这份情，终究是我欠你们的。你越是不计前嫌，我越是如鲠在喉。这件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去找道玄算账。之前你跟我有同门之谊，多次为我求情，我会铭记于心的。 同窗叙旧，也要看看场合吧。鬼力，你是来阻止四灵血阵的吗？你是来阻止我的。谁也不能过去，走！
陆宗主，你终于来了。一边城执着，沧海变荒漠，轮回中，我像飞鸟经过，记忆中停泊，天一盏烛火，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？听雨声。